无法度通测度的。咱的心呢，像我心高意马，108000里，抓嘛抓袂着，嘛无法度去琢磨啊，真正有够歹掌握的。哦，啊，所以讲的心呢，修都是修心阿办，修都修心阿办，就是心。老师嘛是安尼甲恁讲，哦，啊，既然着修心。 但是咱修不来10年，伊嘛要甲恁问即个心，咱的心是修好未？哦，啊是修到什么所在啊？哦，水准有提高无？啊，修炼有提高无？所以讲下次来问看咱老师教授来问看，啊你有提升无？大家拢点点，一定有敢讲的，哦。 修若修像咱这样啦，吼，唯独诚心的是有哦。咱有诶若修像咱这样的吼，搁几十当后，互他搁起来嘛，差不多都是啥，哦，3万有啊，好啊无啊好。因为知影我啊顺一个吼，9点外就讲咱真咧困啊。生死大事呢，你搁困得去哦？哦，我讲吼。 这生死大事呢，真正应该是足重要。那9点外甲叫一个地动的，叫我大家落去，哦，地动准备着要动厝安尼，对不对啊？为着啥？为着生死啊！惊叫含落做地着啊！哦，迄大家袂遐紧张咧。你若无迄个地动的动作吼，啊，当初着咧讲，啊讲伊的，袂堪去困无够，也困我。 啊，讲恁的啊，哦，甚至呢，下要煮菜吼，应该困嘛爱靠技术，一好正，一好正，啊，拄则嘛爱偷拄一个安尼吼，哦，无人嘛毋知讲你咧拄拄，唯有人家这个天后壁，骹是我拄甲翘起来，哦，我讲哦，迄毋是咱兜呢，那咱咱兜无人看，还佫还可以呢，哦，呀，这有人看哦，啊，坐到迄个哦，这个困到迄个样哦，实在吼啊，足歹看，这毋是应该咱修行人应该爱做，哦，所以讲下时呢，修咱来讲修行人，咱要有提升咱家己，修几十年要有提升，咱若今仔日无提升，修几十年哦，啊，那安尼下时呢，拢无提升，有修啊那无修，拄好有惊一步尔，惊人去食菜啊，哦，你啊食菜来成分哦，咱拢对羊啊、马啊、牛啊、牛啊，迄对袂烧，人去出事就食草的，拢袂食菜的，哦，所以讲下时呢，毋是修行啊，食菜就是成分，哦，一直着才有你好好啊来修，哦，这是上天特殊的界限，要把这个修行